大家好，呢一個站我哋嚟到中國，眼前呢度呢，就係中國嘅首都北京嘅其中一個著名地標天壇啦。曾主席我知道你除咗中意數學之外，亦都對中國歷史好有研究嘅噃。咁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一講天壇究竟係中國古代有啲咩用嘅呢？我就唔敢話對中國歷史有啲咩研究，不過我知道咧，天壇係以前啲皇帝喺度祭天嘅。明清兩朝嘅皇帝咧，每年冬至都會嚟呢度為國家、為人民去祭天，祈求風調雨順、農作物豐收。Andy 呢啲咧就叫做禮啦。你係番書仔，咁你知唔知道咧？我哋中國傳統冬至係咩時候咧？梗係知啦。咁冬至咧就係我哋中國嘅24節氣之一嚟嘅，咁就係同夏至相對嘅。咁喺農曆入邊咧，冬至就係11月15日前後嗰30日嘅其中一日。咁如果喺西曆嘅話咧，就係12月21號至到23號之間嘅其中一日。咁中國人咧，每逢冬至嘅時候就會全家一齊食飯去到做冬㗎啦。咁雖然我喺外國讀大學，但係喺冬至嘅時候咧，我哋啲同學仔都會喺埋一齊食餐飯嘅。咁所以咧，曾主席，我哋雖然係讀番書，但係我哋都識得守禮㗎。算你啦，番書仔。而家我手頭上咧有張天壇嘅平面圖。唔知以前啲帝王係點樣入去祭天嘅呢？我話你知啊，喺祭祀嘅日子咧，皇帝嚟呢個祈年殿咧係要經過幾個重要嘅地方嘅。首先咧係要經過環丘壇同埋黃窮隅，然後咧就行過一條叫做單臂橋。跟住就穿過祈年門入祈年殿喎，咁先至埋到去祈谷壇嘅。我知道方形嘅祈谷壇上高，因為建有圓形嘅台基，再加上祈年殿係擁有3層嘅圓形禪頂，所以呢度又叫做天圓地方。天圓地方係中國古代建築好重要嘅原則，圓同埋方咧係平面幾何裏面最完美嘅圖形嚟嘅。Andy 你知唔知道？天壇嘅建築除咗同平面幾何有關之外，同數字都係有關係嘅喎。我知，就係陽數同埋陰數啊嘛。咁中國古代咧就將單數稱為陽數，而雙數咧就稱為陰數。啱啦，而喺陽數之中，9係陽數之極，係表示天體嘅至高至大，所以又叫做天數。大家而家望到嘅欄柱同埋台階嘅數目咧，都係9或者9嘅倍數嚟嘅喎。如果我哋用古尺嚟到度祈年殿上高3層壇面嘅直徑，第一層嘅直徑係9丈，我哋叫做19；而第二層嘅直徑係15丈，我哋又叫35。大家要留意喎，1丈大約就等於而家我哋嘅 SI Units 裡面嘅3米。而最下面一層嘅直徑咧就係21丈。咁21丈係咪叫做37呢？冇錯，所以喺天圓呢一度咧，1、3、5、7、9所有嘅陽數都用盡咗。而大家有冇留意到咧？3個直徑嘅總和係45丈，亦都係9嘅倍數。除咗係9嘅倍數之外，仲有啲暗喻嘅喎。就係95之尊啦。哇，好犀利啊！算到咁盡。講到算到盡咧，就要同大家介紹下兩個中國好出名嘅數學家同天文學家張衡同埋祖沖之啊，佢哋分別咧計算圓周率派計得好準確嘅喎。張衡咧首先就用10嘅平方根作為呢個圓周率，咁10嘅平方根咧係等於3.1622，都好近㗎啦。遲佢幾百年嘅祖沖之咧就仲厲害，佢用割圓術，用一個咧係24,576邊嘅正多邊形，就計到個派咧係喺3.141596同3.141597之間，準確到小數點後6個位㗎。你話厲唔厲害咧？Andy 講到圓周率派，等我考下你啦。以下邊一個選擇係最能夠準確咁樣估計派嘅值嘅呢？A 係開方10 ，B 係3.141596，C 係22除7，D 就係圓周長同直徑嘅比。咁我就梗係唔會咁易俾你考到我啦。我知道個答案係 D， 因為咧 D 就係圓周率嘅定義，咁所以就當然係最準確啦。咁我又考下你啦 ，Andy。睇下呢一幅擺喺極坐標
Polar Coordinate 上邊嘅北京地圖，用天壇做原點嘅。我哋下一個景點即是故宮紫禁城，佢嘅直角坐標應該係咩呢？我知紫禁城呢個名呢，係嚟自紫微星垣。中國古代嘅星象學家呢，係將天上嘅星分做三垣、四象、28星宿。所謂三垣呢，就係太晶星垣、紫微星垣同埋天使星垣。其中呢，紫微星垣居中，就係天帝住嘅地方啦。嗱，咁天上嘅皇帝就住喺紫微宮，地下嘅皇帝呢，就住喺紫禁城咯。紫禁城咧曾經係明朝14個皇帝同清代10個皇帝嘅居所，喺自己屋企梗係要裝修下啦。呢度又加啲，嗰度又加啲，所以故宮咧係非常之大，景點係特別多嘅。不過最著名嘅6大宮殿同御花園呢，都係沿住一條中軸線而興建嘅。中軸線兩旁嘅東西6宮互相輝映，直情係按照住反射對稱呢個數學現象設計同埋興建嘅。嗱，而家咧喺呢一度就唔阻大家咁多時間啦，等大家靜靜地去欣賞呢個既係皇宮又係博物館嘅世界級建築群啦。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始於足下，下一站再見。